要像切蛋糕这样下过鱼啦，然后或者是那个灌溉啊，灌溉就从那个水沟那个洞进来，然后下过鱼啊。你看这个土就很软了，像蛋糕一样，它像切蛋糕这样，切蛋糕一样这样切，然后再切直的、横的方向切完了切。 或者是没有切没关系，有切一个方向就也可以了。要够深哦，这个是做拍影片没有用力踩下去。哦，你看，哦，你看那个灌溉够啊，下雨够后了，你看土这么软，哦，这么不容易踩，就是有那个茅草根啊。 哦，你看，像这样啊，这个然后，用那个锄头就可以比较容易松土了。